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整一個腰果醬菠菜意大利雲吞。腰果醬呢，我會推介用呢一個牌子，佢係100% 天然零添加，不含基因改造，無麩質飲食，純素或者生酮都啱㗎。當然唔少得我哋嘅主要材料就係番茄、芝士、羅勒意大利雲吞啦。其實市面上呢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選擇嘅，我今次呢就揀埋已經包含咗芝士喺裏邊嘅。其他材料呢，仲有一盒嫩嘅菠菜啦，無糖有機杏仁奶、冷壓牛油果油、黑胡椒、少少海鹽。水滾咗之後呢，首先呢就落啲海鹽，跟住呢就逐啲去落我哋嘅意大利雲吞，以免佢哋呢黐埋嚿。煮好之後呢，就撈起備用。我哋留返起50ml嘅煮麵水呢，陣間我哋整我哋嘅腰果醬。嫩菠菜呢，我哋只需要快炒佢20至30秒之後呢，就可以離鑊備用。跟住呢，我哋就煮我哋嘅腰果醬。首先呢，就落咗無糖有機杏仁奶同埋腰果醬，慢慢去攪勻同埋煮結佢啦。跟住就加返我哋頭先留起咗嘅煮麵水，再煮佢變返順滑。煮好咗呢，就可以加返我哋嘅菠菜啦，同埋意大利雲吞。雲吞呢，我建議逐粒咁樣落，方便我哋將佢同啲醬汁慢慢撈勻。可以上碟啦，我哋慢慢鋪靚佢。每一粒意大利嘅雲吞同埋菠菜都沾滿晒腰果醬。希望大家鍾意，下次見。